慢食，等者。我要甲人講我未聽幾個故事以前咧，我要甲人講，邊啲福建慶祝20年周年紀念誒做老祖嘅單已經出了，所以人看咩過去邊啲福建 .com 還是邊啲福建 .com/20誒位看安怎買單，我人誒拜五嘅錄音咧是拜六誒食請嘅單，拜五就會使來，特別往緊來誒。50人會通接迄個所在爾，所以你看咪就要慢去買單，當今超過一半已經賣了嘅單，看咪去買，邊啲福建 .com/20，然後有到10月1號通買，特別若是講較早買來講，就報價讓人通接去錄音嘅。OK，感謝大家，我去當去接位聽鬼故事。各位，未叫佢嚟講，邊隻講啊？講，各位聽眾，歡迎人來到鬼嘅故事。這禮拜唔知有人講鬼故事，我唔知個。這禮拜鬼嘅特別嘉賓是白青。鬼。個有阿達無地走去唔知道去，個有豆哥，我哋都 ，hello，招鬼阿漢，個有豆哥，歡迎豆哥。了，一定的人講了啦，是幾人？這度算4咧，4個咧。這禮拜我咪講幾個數，靠幾個數講哦。頭等陣個 Clubhouse 上面介紹咯 ，Clubhouse 嘅邊 ，Clubhouse 嘅朋友是南西。大家好，我有一個故事，雜地呢。OK， 了個I think 蕭劍湖現在唔係講北海，唔係講鬼啊，定白青島講未使講，可能大家好。個有阿龍今日冇出到聲啊，鬼咩？阿龍如果掉，阿龍個掉冇啲個有。個細南西，แล้วก็ชาบีฮุนก็ชาบีฮุน都放工了未？我把你單調第四對厝。哦 ，OK， แล้วก็我啱我講幾個故事。啱，我推掉啲的士，我推掉啲的士，看啲的士 driver 愛聽咪？哎呀！你可以嚟你記小弟，就啲個口，咱講，就啲個口是咱講講幾個事件，個有九三字，歡迎九三字 ，Hello，個有小金虎，歡迎小金虎，你有幾個事講啊？我有一個弟弟的鬼故事。Google 嘅鬼故事啊，個 Google 嘅鬼故事咩？冇啦，弟弟。哦，我聽到 Google 嘅。我想講，你是咪起來講白海物件？是講鬼故事，有冇鬼故事講啊 ？OK， 來，咱學你講聲啦。小劍虎學你是講聲。OK。弟弟啊，你講。即是你家己係咪就聽對嚟？唔要緊啊！兩面家己鬼故事咩使，家己聽對嚟咩使就。如呢？我是幾日前家己 experience。喲，來！我拜四嘅時，在我公司位。無講真正驚人啦，特別以前嘅款嘅，所以我人愛就做。ตัวlab 會做物件，然後我measurement 了，
行规 set 了 OK 了，了我 save 起來了我用 equipment 物件了，了我人就去做別項物件。แล้ว我做別項物件時咧，我有叫我的 colleague 去另外 set 佢去 tune 佢哋機啦，去做，因為我愛做呢另外做嘅 measurement。แล้ว伊講 OK 了，好了，แล้ว我做別項物件啦，到對來時哦，我愛開嘅機未開喎，แล้ว我直直訂power未，特別伊明明就在迄邊做。setting 嘛，做好了嘛。tapi แต่ power 冇 on 了。啲聲冇 non-responsive 啊，還是你等伊 already 伊當然是 off 掉 state 嚇，你要 turn on 未開啊 ？OK。suddenly off key。so suddenly off key 所以當晚 before 你到底係伊是開掉啦，然後伊冚起แล้ว哦。嗰啲物件係用嘅，順嘅。我做 measurement 做嘅幾十年 measurement 做嘅鬆，แล้ว伊個 connect equipment 個 connect to computer 嘅咧 computer 應該就是 computer 講machine off 起了，伊唔係 software 未行了，所以我嘛叫另外一個 colleague 來 check 看，點事未咯，咧樣就去看個了，講了我 colleague 個 reboot computer 啦，咪個一大堆，呢個是冇個，了我是另外一個人看嘅時候。哪攏都無開電，伊 switch 啊，伊把 switch 佢冚起。那伊所講，因為迄個伊個機吼，就是伊個 BI outlet 嘅電吼。伊就是伊因為無 before that 時吼，伊個我 colleague 傾嘢出來講，伊講伊個 power adapter，伊 power adapter 有一粒 LED 嘛，伊講伊開都無開電，我冇努力做，佢了 measurement 了年嘛。所以問題是一因嘛種這邊即看，總是會無電。即對 wire 對落去了，你其中一間 technician 就擺落去到頂卡位對條 wire，講即看這條 wire 有開哦，一隻條電頭無開電嘅喎。Oh my god！ 哇！我就點去啫？特別明明伊未想講係一春了電，你看未啊？你就 start 是做嘅春了電。哇！是 accidentally switch，特別佢就擺落去，唔應該安尼硬冚掉一電頭，對唔對？我就是想到講，是唔是淡馬路？我甲佢哋講，淡馬路做嘅是唔是卡塌掉伊壓塞掉伊嘅迄個 switch 冚去？伊講無啊，了。因為你知啦，咱馬來西亞電頭 switch 細個爾，對，了伊個只定嘅嘛，伊是 mechanical switch 跌咁樣子，無可能講你大行一行卡，你卡仔掉啦，有可能會定動掉吼，特別你有卡有清嘢咁個了，老實講是較艱苦動掉伊咯。所以你點樣做？你是講你做幾道用家來做法是，有可能係the whole time 是無插掉電嘅。我唔知咯。特別你 office 上面有幾啊？你係咪所在 ？Because 你係咪想你唔講上 detail？你到底喺邊做時，你捌聽過成日講人講有看到咩物件幾樓喎？可能物件喎？我是 actually 冇聽到，特別我人知是講有人死過啦。所以想講。伊毋是想講頂到 before 人去你公司嘅時，即是都做工去過嘅 office 人死哦。伊公司做工位是毋是古早伊是？我就講咪講嘅就 detail 啦。我無講你名，你關係。所在講啊！我講伊所在是毋是古早不老者家誒？是毋是？係咪？但係我當今我冇點知看到隻 video 講不老者家當今啊。無人佢哋 abandon 起啊！佢哋不老者家，頂到時個唔知咩白啊咩無啊！當今無人去啊！空誒多。特別我聽講成個要 develop 唔知要做物件本啊。但係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應該個有嘛？係啊。特別我想係 resort 冇去呢。哦。所以佢就係在那個有嗎？
就这有摊食海鲜的咩？你布撈係咪啊？後尾咯，後尾變佢哋要我人似乎誒，人似乎誒，嚇啦，依做啥嚟咪 seafood 誒 restaurant 嘛，特別依時到底就誒多嘅啊，還是邊啊？愛借轉嘢嘛，把愛借轉嘢。特別就誒只 history 上有可能 haunted 嘅咯，就 history 咯，就係告訴俾嚟同我講所伊唔是就為啦，你是講你公司嚇？我公司唔是大黑邊嘅，我同事大面撚嘅。嚇，了等我嚇，等下都唔講。冇了，就是真奇怪咯。了，都未 explain 講做咩事。either 是塌掉，還是伊塌插頭插，是伊個碟嘅 switch 冇電冇開，係掉伊 switch 佢冚去咯。了後尾是成日一看到啦嘛，電頭開了，那個嘛 OK 啊，會用咯。特別真奇怪是講安怎？同埋你做緊咧，這裡個冇幫行。嚇，所以你唔知講是到底人是去冚去掉，還是 so far 冇插掉，特別個會驚。就是很所我記嘅時候，你朋友有冇想是鬼什麼咧？有樣就是講哇，唔通IE 個來專本 E 咩？你肯講啊 ？Because probably 樣有個 technician 聽到多白嚟位，白嚟 lab maybe 啊，了有啦，了伊講哇，大間。即係 lab 本 IT 圖，肯講啊，所以我看嚟看去啊，喂啊 ，continue 做工啊，咪講起啊。特別你講人死過嘅時候，咩都冇講。我在呢所發是有一擺是有一個 security guard 吊暗死one of the 係escape staircase 位。哎呦，即是 after 你公司起咧，即唔是 before。construction 係咩 ？during construction 係咩？唔是時灣公司嚟。so normal，冇 recent 了。冇講就 recent 幾年？10年啊，過年10年係咪啊？幾年啊？哇！你捌去嗰啲 stairwell 會看過？escape。係 stairwell 我未使見啊。以前係 haunted。到有一個係個坤那款物件走了。OK。唔知是 because 係 security 愛就是愛找安尼款位，還是 because 係物件發生啊樣做我唔知。OK。แล้ว另外一個 incident 就是我人去新嘅 wing 嘅時候，伊個 floor 倒去，แล้ว有成日是聽講。4-5 can worker 啊！你是第幾樓多？係你我唔知。你是講伊托卡，但係伊唔是 ground level 啦，佢講佢 ground level 伊 collapse 落嚟，是唔是？較懸樓嘅時要 collapse， 伊破去，對，แล้ว有甚至伊個迄個 construction 停去咯。是你做工喺後邊個未？做掉。你不想 win 嘅啦，你面試。No, because I got Android. 你驚？個 Android。OK。แล้ว特別你不經驗嘅，你可能未見過嘅，到啲 office 你估 so far？老實講是頭一擺咯。你頭一擺就有啊，較濟當你開啊。想嚟這邊講，有見。都時就講有錄音㗎嘛。特別我有一個 Zoom 嘅一個人啊，你是住嚟下 B， 你是裝啊嚇 iPhone， 住 iPhone， 你裝嘅是你是住啊，你是新椒啊？你就我你是 B 啊，唔係講你名佢你出嚟啊 ，BY， 阿 B。Hello， 阿 B， 阿 B 又來，你是來聽，就來講，你有幾個事講阿 B， 安怎你無聲，你開你麥？要聽，安怎聽，你無去 YouTube 看，你去
去 club 嚟 Zoom， 你 email 下朋友睇 YouTube 你佢通看。阿 B， OK， accidentally 彈掉。嗱，你去你 email 以後，你一第位因為是 Zoom 一第個這時間就俾看咧，你先去第一你看到 YouTube， 特別你到這門不要緊啊，你冇講晒定位什麼，唔係，天地。寡人走，冇事，我想要嚟咪講幾個數嘛，冇 YouTube 較容易看嘛 ，YouTube because 真咗 YouTube 嘅係 live stream 加，伊看你 depending on 你 speed 嘅 adjust 落，有當時往時較平咯，有當時啷到啲 zoom 快，即係伊較冇那平嘅，是講你 speed 唔夠。anyway， 毛毛菇起來啊喎！毛毛菇，幾個數毛毛菇幾個數就有啊，是咪講下面嘅？轉，等陣啊，嗰時啊，冇，嗰時八。OK， 啊，แล้วรู้ใจฮะเลยหลังวีซ่าได้หรอrecently ใช่ไหม去拜วีซ่ามารู้มา去หอฮะเลย回想bless 咯掉發水啊係咪啊แล้ว有嘅 temple 有หอฮะเลย string 嘅線都白了到啲少樣 so 就是 on during the visa day recently 時候我嘛去兩個暗咯 I mean 我去三個暗啦 so 兩個暗都好係 string 咯 so 我超金色嘅can be 金色係咪 brown color 本地 so actually after the incident 暗暝我注意到我其中一條冇去所以你清掉3條啦，แล้ว我有清掉嘅。แล้ว你係你冇電嘅，你等頭冚起嗰時，變咗出2條呢？所以我是 protect 你啊！我真正相信講有可能是 really something 我因為有一條成個 sacrifice 嘅。一成貼你 protect 你啊！有可能走電啊，有可能啊。有可能伊走電啊，但所以伊成一電腦甲你冚起有可能啊。maybe whatever incident 就是講有可能有 something then OK。所以我唔知有我覺得你3條啊，你。maybe 有含人聽眾會知啊，可能物件有啲係 string 嘅，成保護你啊，嗱。你拔刀去拜先啊，拖20條。貪心啊！直頭看到鬼。你貪嘛？直頭看到鬼電啊！即係 before 咱去毛毛菇嘅時候，我妹即係迪哥咧，迪哥你有幾個數定住你講，你冇幾個數冇講掉喎。迪哥你有想到幾個數喎？迪哥。嚟。就是學堂嘅，好了，學堂嘅嚟。因為拄好我上去就是有一年整年，我人學堂有做 camp 嘛，所以我人隔了都愛住啲學堂嘅咯，住名嘛。แล้ว你啱有堂啊？我未記得有堂啊。mainland 出名嘅學堂就經嘅，唔是。你講出名是講總督，但阿毛啊，當然我嗰隻經中督，唔是節督，節督，佢哋講有名嘅，OK， 節督，節督唔是到底巴海咩？冇啦，多少卡，mainland 啊 ，OK，但係你講 mainland 條，但係要講 mainland 哦。是節督 ，OK， 節督出名 ，OK， then 正要白豬豬嗰個節督下先，蕭劍浦都是節督了。蘑菇唔是咩？蘑菇唔是啦，蘑菇是多沙卡，蘑菇是節督咯。冇，是沙丁嘅，我是沙丁嘅。蘑菇有八來鬼話有當做講座。哇！哇！你錄叫蘑，還是你聽邊啲學見啊？未得過。阿貝，แล้ว我 start 聽嘅時，我鬼人講叫我嚇。哇 ！Starstruck，
安怎一个声安尼色诶，然后即伊看到伊开 camera 的时候，我讲哇，这世界够热死。哦，所以你是听到伊讲做是会真诶声，还是你听佢讲做，然后听别人福建时听到这声熟悉？对，聽到這聲熟悉，然後伊個開 camera 嘛，伊個翻看一邊嘛，然後看到咧，哦，哇，你嚟我有等嘅，啊，OK，唔是世界四，是檳榔四 ，OK，對，檳榔四，然後我是檳榔然後我福建做，出名，檳榔福建出名嘅，然後我人就做迄個 camp 嘛，然我是 one of the committees 啦，所以我人是。多一名呢，無坐日是一名呢。然後我人安排是講逐名一名啦，我人有輪流嘛。輪流講像啊，哦幾點，你愛抽名，你愛歌名安尼款，愛歌啦。然後我人迄個 building 嘅，我人迄個 building 嘅是點有發生事嘅，不過我人唔知。哦。我人唔知。你是講樣發生事嘅樣無講出來，係咪？伊人有講，不過真 famous 啊喂，真濟人知。哦是啊，家己人知哦，家己人知了。像啊，你唔是伊個團體嘅人，你就唔知哦。哦，所以你是講，這是你嘅學生朋友學生㗎啦，知啊啦，這物件。對，了我唔知。啊，我嘅團體嘅人唔知，了所就是迄棟樓咯，我個大啲迄邊我梗係死呢。了大啲迄邊嘛，我講咩咧？你別人知咧？你別你只你嘅 group 嘅人。唔知，嗰啲唔知。哦，嗰啲唔知 ，OK， 嗰啲唔知，嗰啲冇有去想安尼做。嚇，你攏無影攏會做亂物件，所以你無去想講幾樣物件無曉得啦。是啊，都未掉跌啦物件，然後就擺個。困本無點聲困了嘛，了我擺到去點聲是3點到4點過暝，教我一個朋友查甫嘅啦。啊，攏是過伊 exhibit 啦，像伊擺點物件攏去過的，係啦。對，無過迄個擺 group members 咯，較細漢嘅 junior 啊。哦，是，即樣是困嘅啦，樣。啊，嗰啲困嘅成日拄啊，我人積壓嘅咯，呢邊。愛困未困嘛，然後我無關係人嘛咧，當嘅1點鐘3點，然後1點困，你3點就愛過到4點，然後5點你個愛 start 做物件嗰度，然後我講我未當啊，我講我比一下咯。你要過是比一下，你頭一工啦，咁然後就困到成個肚啊，都無人行來行去啊嘛，然後我甲我朋友講好勢啦，我講你愛比你先比，我當今個會當個。哦 ，OK， 我有我一人講嘛，所以你愛比你比先，伊嘛比先，我講啊點聲教我咯，安尼輪流。然後拄好我摕你迄個梅嘅位 ，OK， 摕你梅嘅位，然後迄個梅咧是。茶嘅梅嘛，學堂嘛茶嘅梅咯。不過伊茶嘅梅伊中有一個細細角角嘅玻璃會使看入去嘅。所以摕了迄邊嘛，我佇鼻度啦。然後旁險就聽到卡梅嘅聲。喲，就安尼款。了卡梅嘅聲，我就想講。伊只大聲啦，只大聲啊！你朋友本聽到？無，伊無聽到。哦，我是規個人掉起來嘛，了我的頭本是摕了梅迄邊。啊，哦，所以你聽到只大聲。真正大聲啊！了安尼款，了我講，我就請見我個人請起來，我問我朋友我講，你聽到物件哦？伊講嘛，那有可能是別個團體嘅人請了，伊人卡着梅下面，那個是安尼做。我講啊，阮對啦，因為像啊，迄個騎咧玻璃曬，伊人是真正早就愛起來去，像啊麻將安尼款的嘛。所以我慢慢去插小伊咯，過去困咯，困，過再卡梅。不過咧，一到卡梅個安怎？有 vibration 呀。有震動，就是你 feel 到你個頭成個有人。
確確no 誒，你款就係咩物件？係咩物件？你頭剃掉你妹，對，然後你感覺到，所以你唔是聽到聲啊，你 feel 到伊人角誒 vibration 到底你頭嘅，你頭剃掉冇嘅。OK。對，然後我過來聽一道，我個朋友講慘了，一道慘了。然後我迄個朋友是完全無相信他咪本無嘅啦，然後伊個一步是伊喙無好啦。哦，老人講話。伊老人講，對，伊老人講，伊無成日講respect 啊，係咪？你無相信，你第一根本 respect 嘛。伊是完全無迄種，伊講沒有東西啦，有東西叫他來找我咯。人哋講，等陣，我要翻譯者呢，咱我嚟表聽人講，伊講用華語講無半行嘅啦，係咪啊？點啊？無半行嘅啦，你驚係咪？日都對退話咯。哈。因為就人哋講，我講你講話較小心淡薄，我是人哋講伊，然後伊本上啊。無拉生你看，然後即是咁，你做在教啊，一間查某啊？對。OK， 我人教嘅是，正對是兩人，你講擺落去就對啊嘛。然後我個再買去管伊咯，第三道，你 feel 到佢 vibration 個較重，個較大力呢，好啲噶，個較大力，成個推到你看到，你塞掉路呢？你塞掉路妹呢？推係咪？正路啊 ，punch 正路成個對路正路你看，我就買睇啲妹啊嘛，我就慢慢企啊，去啊，我看住佢，有一個影你看貴。你看咧玻璃坑哦。因為你掩入去，就是干了物件空個了，外口有開花嘛，所以內面物件 classroom。所以路人唔是到啲南面啊，路是到啲南面到啲外口。corridor，到個 corridor。對，我人哋 corridor，我人哋。所以南面嘅人是無人困，是啊學生困到邊南面。內邊完全無人嘅鎖掉啊！哦，呢個正是古早嘅 library， 因為我有登去新嘅樓啊嘛，所以咁物件搬去，所以佢個 library 就下掉咯，成個做證件啊，是我唔知，無人去叮當嘅。然後伊個鏡，伊本無鏡紙黏掉，係咪我本唔知了。你就會看啲片嘛，然後我能夠成日 curious 看啲片，就是迄個踢格，然後甲奇奇確確物件知。你嘅多出來照啊是，你有花你看到。伊有花是因為外口花照啲，外口嘅花照，外口嘅花照到，然後我能看到內邊嘅物件，我看到啦，然後。看啲片就是嗰啲 red 嗰啲。特別你現走去看第三道，你走去你見，同樣去看時，你就看到，即而家你貴。特別你未看到是人嘅上面啦，你看到即而家可能。我嫌疑，我頭時是嫌疑講是嗰個木生啊。哦，木生。隻龜子嘅嗰個，嗰個隻龜子，因為我嘅。安怎係在學堂裡面出來裡面嘅木生咧？我人啲橋嘅時就掠咗一隻。哦，特別嗰時候我平時傻吧，你看你。哦，係是，你不是阿達，我是一對嚟嚇。我講一朋友一對嚟，所以我有聽過故事，人講過幾哪裡故事。哦，是安尼款啊 ，related 對這啊，伊 library 嗰邊。哦。伊人嗰邊真正係咪？哦 ，OK。阿妹常常有看到物件。哦。但係你讀冊你估唔捌看過啊？即個阿德哥，你唔捌聽過幾個書本咩？大家到底學堂嘅？真唔捌。哦，你講無熟咯，哎呦！你紅簽上到，哇！邊啲學見錄音是要嚟講嘅喎。好啦，冇怎麼叫咩名？蕭劍湖。我都有想到，我都想到啊！我都愛講啊，我都冇物件講嘅嘛。鬼故事本時，你看你成日一個鬼會傳別個鬼來，你想講一個人講一個鬼故事啊，別人個想到別個另外鬼故事佢出來啊。然後，講緊到咯，一個影鬼你想是魔生？我想講是魔生，然後其實如果成日。搬車搬裙，安尼款你無看無咪病，BB 安尼款你看無咪病嘅。然後講，我甲我朋友講，
你走過去，你坐到過去淡薄，我坐喺迄邊邊啊，我咪坐迄邊啊。哈，然後我就是未困了，困未落，我困未落，困到5點咯，困到5點，就伊人徛咧玻璃室，就 start marching 啊，就直直過間過啊，就無物件啊，我就直直請了。然後9點幾10點哦，我嘅人真係現了。這是早起啊，早起9點幾10點。早起9點幾10點，就是 breakfast 過，breakfast 過下面了，我嗰一步我是無為放下面嘅人，我無嘅，就是風險。哦，未好事。風險未好，是啥啊？不多聽。拗啊呢？哦喲 ，My God！ 就是講行路。你愛落樓梯，你個愛一個人看着你，規個人就愛倒落去。然後我一個 consider as 小樹啊，然後迄個查某嘛，伊個較介，伊是規個人女去。哦，伊們掉啊，伊們樹啊 ，Oh my God！ 伊掉較介。哦，伊掉較介。老西是咪？規個人無，伊規個人女就掉啊，伊。徛本袂徛啊，咪甲了真正女了，你，我安尼款講就無水。伊個人烏啦，了你看伊個是伊規個面是有影是白去誒。哦，伊面白。然後伊個喙啊，伊個嘴唇啊，本是變做白去，你看到伊規個人迄邊不扎去嘅啦，迄邊不扎去就對啊，然後我講排空啊，無空頭啊，然後我個講嗰陣我唔知咩鬼，我拄好我係 pocket 啊，我係 pocket 有扎紅光虎我就學醫生咯，我講你我只頭計講，你個嘅犧牲你家己嘅安全喎，唔是因為。伊一人艱苦，我人甲了就個人加不了咋？像我安排安尼，真正儕物件掉，伊個是管誒 committee 咯咋？有真正儕物件愛伊 set 到誒，我死啊！你安尼款落去，我人個人加不慘了啊！然後我講我無管你相信無相信，你先舉起先。然後伊本看到我，伊本。伊會講話不過細聲啊，你款講話了，伊就下你款我就學伊咯。了，我幾個朋友講，junior 迄邊有人叫別人去做先，了我慢慢撞去，我學堂後尾有一個人都講我。去拜。我慢慢去邊拜者，我參詳者。我人是無事咋。我參詳到食了中晝過了。無事啊，我人較 OK 啦，佢無事啊，我迄個朋友就想哦，無變咗個，佢是想，不知，佢是想不。你都無記去拜？伊就賣，我唔知下面鬧嚟，伊就是賣就對啊，伊就是無，我唔知伊下面事。了，我講無變咯，我唔知是走去學堂有外口迄邊有一個江邊嘛。搭會知啦，我學堂後尾有一個江邊，然後過去就是18了誒，有一個江邊，我就招我一個朋友，我家己本驚嘛，然後招我一個朋友講，咩向啥機啊咧，講我甲伊講 sorry 下面了，轉來了，到暗暝伊拗，伊就 start 拗了就，伊拗是拗咪拗水，伊有食物件，不過伊拗嘅物件是水嘅物件，甲了啊。伊拗水拗。你兩燒到學堂過啦，是？學堂過。拗是哦喲。這是第2節咯。第2節，第3節就對啊嘛，第2節。然後第3節早起，伊個人就較 OK 了。แล้วแต่อีอาจจะอีโบไปเดียวละอีสิฉันน่าหอยกุยประมาณกุยเท่านั้นนะซึ่งอีโบกี่ไปเดียวใช่ไหมแต่เป็นลูกอีโซฟาอีกินเดียวด้วยอังกฤษหัว會無去ฮะพัมกินฮีอ่ะพัมกิน唔知走到去哦 maybe protect อีอังกฤษหัว嘅ผ่ากุย我有呢唔知因為我想我想無咯因為伊就袂叮當了啊
了我都互伊啲喺啲邊啊，伊都無劍啊，無蝦米，甲了無了是紅險捧起嘅都無啊。我正講到上線，但是講冇上線啦，但是為伊上線啦，伊上線。我哋都會講咩哦？我哋都，我看你邊。我未講，頭先伊講三啲計好，我就聽下計好笑。係咪你講嘅？的確頭先你講個伊早起請起來咧時候佢就聽到你 police 嘅咧鬼講鬼，我冇講笑。係咪鬼講鬼係咪？伊人嘛真哦，伊人迄邊kiri kanan kiri，然後伊人 simplify 變鬼幹鬼，有時人就對啊。喂正嘅咩事？喂正你講咩？我understand，我understand，哦。我是講我不知道啊。佢當時聽 click 嗱 click 嘅那 click 嘅啦。你講 click，我會記上對我聽到中學嘅事。我人嘅有影是 simplify 㗎，我頭時我本聽無，伊人當今是鬼幹鬼啊，嗰時係鬼啊鬼幹鬼，鬼幹鬼 ，revolution 期啦，鬼幹鬼，頭時伊人家己本唔知嘅就，然後每去問伊人嘅迄個 in charge 嘅先生，伊先生甲 explain 講是 kiri kanan kiri， 然後唔知係咪屬路人講伊鬼幹鬼。但我要講係，伊講我冇注意聽到。有啦，你講我看你笑，我想你個白位聽到，未看到，未驚。哦，鬼幹鬼。Then 你so far 你頭晚阿達講，我是買上線本別人看，一下做路成顯講嘅看。係你記得？是 start attack 伊人樣啦，有 start attack 啊 ，start attack 啊。我告訴你做是 OK， 我朋友迄個你看到有影本就係紅險嘅劍嘅數。講冇嘢，所以可以加上加時然後啊，可以調卡解然後。誒，แล้ว一個故事我講出來嘅時候，我迄個死鬼朋友隔了就講，你不知道咩？你不知道咩？你講都唔知咩？我氣㗎，我個人我講我早知我就免安尼積壓啊！特別伊人知聽故事啥物本，伊是講人誒，看伊看到物件來炒亂擼嘅啦，是 specifically 係一個房間。伊人是講啥個 block 嘛，有倒有本正一 block 嘅嘛 ，block A、block B、block C， 我迄個是 block F， 我會記是 block F， แล้วF 反賭，我唔知啦。反賭啊，反賭啊，反賭。伊人都無 specifically 講迄邊有，但係一個房間有事。伊人我講出來這個故事嘅時，伊人甲我聽個個係 shock 嘅。我講換做是女外看，我看你 shock 唔 shock 啊？個人真係艱苦就對啊。了，我問伊是唔是迄間房間，甲了就講袂出啊。我都唔知哦。所以這是你頭一擺經驗，這是就發生咗久嘅事啫。兩年前啊。哦，2年前。所以你咪16歲嘅時啊？執啦。哦。Form 4讀好Form 4嚇。OK。誒，當你畢業咩嚇？啊？哦，你畢業啦，舊年畢業啊？舊年畢業啊。我只物件，我真歡喜，就是講即個啲歌嘅福建話真好就，我聽講話，伊用一字吼，伊無成個我心裏面想嘅18歲囡仔。無，因為還沒數，伊無參啊咧，做 Mandarin English，伊唔係講福建嘅。伊講伊只順，伊講出來字，做咩數啊？你講做咩數？我大個我阿公阿媽嘅嘛。哦。我其實安尼款，我安尼款講算 OK 了，我正甲人講嘅，我驚亂應該聽無，只聽深嘅。哦，會使講教王者你看。留學嘅時候，留學嘅使講嘅，你講下面物件無相，留學嘅，你講下面物件無相。
我而家有希望啊！我看到成個女你看啦，我在你看成個女係少。想無啊！哦，很是咪見到時候就時間講。老實講，我係 batch 會曉講嘅本。就少啊嗬。無人會曉講，唔是少啊，是無人會曉講。我一個朋友會曉講。generation 真係只少嘅，只少。是啊，伊人唔知啦，伊人敢若袂曉講，聽是聽啦，用講無啊，無講。好啦，你特別希望嘅後代啊啦，然後我要去大陸人經嘅時，你特別接手啊。無袂曉聽一部本好嘅時候，我你講一派話，伊人啊，伊袂曉聽誒。哎呀，積壓。袂曉聽，完全。我問題要問嘅，問。我問題過嘅。我你講個。你去了，我等下後尾啊，就講，你嗱就講佢是已經是有兄有下面講你使湊日啦拜嘅啦。對，迄邊是大滿嘅人學晒。伊人。我嗰時候講，啊，即你去學等個嘢兄。特別我人，我去拜，你是講你是那凊彩去拜呢？你無想嘢兄拜係啥物？特別你講你去你江邊嘅嘢兄，你兄去到係嘅啊？那都我那都講會有兄有蝦米 supply 下咯嚇。對，迄邊是我人這邊嘅大滿嘅人出嚟出力咯，係啦，減下面然後有人買。伊是大經啱啊是。伊做隻 shrine 嗰款啊。呀，一個 shrine，即係經。特別 shrine 邊啊又係兄，下面後路點。對。點兄呢？成個咧裝嘟咧，裝嘟後尾咪是有。有，成個我人。before 愛做 camp 下面吼，我人本隔了有去行向拜，去 respect 嘅呢，叫 respect 啦，對啦，了像啊，你是 Christian 呢，你嘛啲邊啊咯，你免行向咯，安尼款咯。OK，嗰隻納豆只人拜嘅是有嘅。古早是伊人考察本有啲拜啊，當今教我這邊就無啊。我看在 Clubhouse 這人講係咩啊？講咩？These strings can block danger。哦，這是什麼講啊？這個人可別。蕭劍湖蕭劍湖講嘅講，伊講這是 KF 好講，伊講 the string can block danger. Some goes for amulets. If amulets 是人講湖啦 ，broken to have already block danger。哦，OK。唔是 amulet， 唔是人講好 ，amulet 是你定嘅，你想，是白雞啊，神寶啊，神寶，我本是不碰見佢安尼款啊，是啊，神寶，他你隨步去，我去跟嘟加 family，然後佢哋係是，我就愛往迄陣時愛走了，但係我隨我喺你隨步去哦，我燒到嚟唔白嘅咯，我冇夾出嚟冇下面咯，特別冇地氣咯。因為佢有陣時，我就教我係夾教講咯，然後人講冇地氣買除啊，你講OK，老人講，意思是講伊成日用嚟 protect 你啊，就買去愛出來可能啦。嚇，對，買去除啊。所以人講啊，你就是講路邊啊，你看到有安尼款物件吼，唔使去撬嘅。嚇，伊用過一下啊，未必別項物件接起啊。咧我咪看 Zoom 嘅會考有內線嘅人來喎，但係係你阿 B 唔知走未啦，特別嗰一間即係嚇，佢嗱間我曬線嘅喎 ，RHL 加 LWK 哦。LWK 是溜娃橋啊，你明啊？你個隻 Zoom user 是住啊 Zoom user，我係開聲講話，還是開 camera？User，hello，你是 user 啊？我是 user。耶，你是 Zoom user 是新疆啊？對，新疆。你開 camera？是，我內地人啊 ，OK。佢一下啦嚇，我朋友個歹勢咧，免歹勢啦，佢一個關係。你另外攞你本是你朋友係溜娃叫，唔是，人家冇，人家愛，
哦，哈哈哈！真係嚇，特別大啦。喂，等陣我 at 兩隻，特別看隻呢水，等陣你名咩嚇 ？Zoom user，OK， 等 Zoom user 嚟看隻 Zoom 呢 ，Hi，Hello， 歡迎，頭一擺來啊！啊，頭一擺，你名咩？嗱，伊之前，愛講花名我知啷個正嘅，花名對咯，會咯，邊咧我見到咯。邊人嚟咯？會使叫我 Bibo，OK， Bibo，แล้ว咧？等ทำไว้你叫咩名？快一個字都。哦，不來過呀！特別係少部 quick cap 嚟。อันนี้เสียสังกะกระเกิดอะไรอ่ะ你เชิงไม้ไหม你ไม้ตัวโอ้ยเชิง headset อ๋ออันนั้นอีกับเบง嘅รู้哦因為อี用ไม้用一個เนี่ยลอง講สิ所以你講一你講一 Bibo 係啊ฮะ Sorry， 這個小尖咧哈哈Sorry， 哈你我之前嚟過啊。你嚟過你名咩？領導是 Becca， 我 Becca 我會記佢名 Becca。cái chu bình nhà nó tốt lo. Tao vâng tao ai chua. Ông tao bình đấy. Tao bình đấy nha. Chu bình lo, nó rất chú聽到bình đấy học嘅，一定是Becca啦，Becca聽到有介紹你介紹呀，即係 Bibo。嚇，對 Bibo。佢我叫 Mabel，然後我長輩也發不出 Mabel，然後發音出來 Mabel，然後演變成 Bibo 了。OK。我是2014年是哦。哦，你估呀？我是2014年頭一擺聽嘅。哦。直直聽，有時有中段有無聽啦，然後十八起來真正久咧，然後想有聲呢，無行動，然後我介紹伊聽咯，聽伊唔起來啊，我也袂，但今日是伊邀請我過來，我就介興奮嘅。哦，讓做這探聽，老咗，要爽咯，讓40年 anniversary 就嚟哦。40年啊，不20年 ，sorry， 20年40年哦 ，sorry 我嘅 double， 邊呢學見，等陣就係我唔係我冇想聽人 ，OK， 應該是差唔多會 announce 嘅字啊，我哋嘅，你人我哋看得下幾個奇怪呢？嗱。20年嚇 anniversary 你看見November 11號、12號、13號，咁樣有節目啊嚇，就淨係看 countdown 過187日個，特別ticket會出了我應該嗰個季節應該是嘅一粒，啊咪，咪就等我聽這邊咧學見錄音咪是應該是出了，喂這個announcement 應該是出了。個林文娜知嚟係嘛？林文娜知。舊時揾佢。嚇，舊時諗到未？舊時嚟啦，嚟邊咧學嘅？我當時人看咯，等陣我鬼嘅聲嘅冚起聲，冇佢聽到鬼聲嘅冇，佢未想到，等嘅。有咩有鬼聲？我聽到我冇聽到喎，冇喎。有啦，我聽到。啊，細聲呢，特別我俾學人看就是即係20。而家這兩天鬼告訴你靠廣告，就俾廣告，即係鬼嘅時講。所以20周年紀念咧，應該都有隻 website bghk/gcon 20，OK， 對佢嘅正啊。然後當時3日啦嚇，3日頭一日呢是拜個咯，拜個呢往時有錄阿妹錄音咯，拜個，所以被一直啲人喺跳，被 zoom in。是兩邊 ，anyway 頭一日11號咧是拜個咩咯？因為9點到早起1點到啲1 dinner， 我唔知亂咗講。แล้วก็22號就是人嘅 dinner 咯，大 buffet dinner， 但是你買單去 buffet dinner 咧，伊就包埋去你錄音嘅 ，OK。แล้ว這第3日禮拜咧，是家己出去行咯，對，咱一定嘅人家咧出去行，就是去食那款。所以到時希望讓會來參加，但係咧有幾個人啊，即2、3、4、5、6、7個人啊，7個人來看者哈，7個人嗰個林文娜知個到底係邊個？然後 OK，等陣
啷这新椒怎么见啊？怎么见啊？咩卡加微博等陣，嗰個一個溜蛙橋是最溜蛙橋，溜蛙橋掉，溜蛙橋還是溜蛙橋橋啦嗬，溜蛙橋路掉，按照路到底 zoom 啊路開聲啫，冇喎，溜蛙橋 have 什麼？溜蛙橋掉 ，OK，來開聲啫，溜蛙橋。Trying to open the mic，我去才講，睇未掉呀？去才講，你話啦，全部開 camera 嚟哦。Have 咪是有咯，而家有 ，OK， 有啲。I think setting OK， 你去溜蛙橋是打波嚟，真係，我去 at 溜蛙橋啊，你名是唔是叫做溜蛙橋？等我唔知 fit 咯，等我7人8人。安怎無聲喎？你話叫啊？你袂 mute，等陣我 request you to mute。OK， 我 request you to mute，แล้ว你就袂訂 OK。ask to unmute。OK， 你看到ปุ๊就入起來，แล้ว訂一個未啊？伊未 unmute 啊？哎呦，我 request to unmute 未啊？個未喎，咪你 try 下慢慢 try。แล้วก็另外一個咧 RHL。RHL 是最 RHL 個無啊 ，RHL 是怎 ？Anyway， 但你咱會看到你啊嘛，你話叫啊嘛，特別無聲，你麥個 mute is 出啫。我特麼訂我淨係即 request unmute 時要 pop up 哦。我第個知道 request unmute 即係你話叫，沒有。Anyway 到底依家係就冇見啦，Bipo 加 Becca 幾個數嚟講。個林木納茲 ，hello 林木納茲 ，Becca 加 Bipo 幾個數講。我真是有一個就是我之前咪講過我嘅阿個紅有一個超度嘅小妹嘅，你紅嘅小妹是鬥卡手人超度，還是？不，之前我講過一個 story 就是我會記咗這個事，這個事。我記嘅，後面有一個粗粗嘅卡望到伊嘅。講你去困阿妹，一困嘅事，你看，我曉得。然後伊這個是有 continue 嘅做事嘅，因為佢有往有做超度伊嘅小妹啊嘛，然後有燒真濟，有燒真濟物件互伊小妹啊嘛。然後吼，唔知是特別食舊年嘅時候，到伊小妹佫再來找我，報辦互我翁。佫再報辦互你來嗰度。然後伊甲我翁講調就話講，我無夠錢。伊無問伊講伊買乜物件？無，伊講就是講伊無夠錢啊！然後我翁還是伊佫一頭回答伊個小妹講：你寫甲個真濟錢啊！哎呦，安尼款咯。然後過一號伊就假日伊請伊就甲伊媽講咯。然後過一晚佮發現啊吼，因為伊媽寫甲超度啊，收了伊錢啊吼，過一就免擺了的。然後原來是人出過也是清明甲咱愛擺的啊，因為伊遐是做超度的是12月尾嘛，然後清明4月是我無擺着啦，所以伊出過報辦互伊啦。然後吼，順便啊吼，我無法啦，我出過愛看咩去做物件去收錢互伊咯。然後吼，我古早收錢佫袂曉，就是人講咪收錢啊，哎呀，伊個咧咪
地，唔是愛轉錢後嘅，攬面錢後嘅，因為我冇做這個 step 啊，所以類可能燒了啊，應該燒未掉。哦，你唔驚都知哦，所以一直直燒報啊，然後伊就逐步白我紅咯。係啊，嗬，剛想起來，哎呀，我紅甲我講時，我甲伊講咯。我甲我媽講，我媽個會曉嘅，我唔驚。我媽講，人清明無拜嘅咩？我講嚇，清明愛拜嘅咩？咪是清明拜祖先嘅。然後我媽講，伊就是其中一份子嚟嘛。哦。然後因為伊安嘅位，甲伊嘅阿公那邊，嗰啲無是伊安是住一個一個公司啊，蝦米，大家按照講啊，有姓氏嘅公司啊。寫雕公司、寫蛋公司，反正伊按住家己住迄邊嘅物件，然後阮都不特別講換車去拜嘅，反正，然後過後 after 有這個忙啊，阮隨便會去拜，阮真驚無拜啊，因為無拜話，伊想啊會較早嘅紅淡薄，特別伊是無來找我紅，就是的個講，即就是先阿達。阿達你講咩？阿達你無？伊特別愛記迄個日子，蝦米個了了。哦，阿達你去較中啊？冇，我看到你 shoulder 呢。sorry，我練得小弟。嚇，你講咩？你特別會記日，係咪生日、死日係咪吼？還是清明？你即係 recently after 我係四隻歸線了嗬，了到再來想着。成日講 after 歸線啊，就俾切節後啊，個切嘅種啊，特別水啊，แล้ว佢後時 after that 是對跳頭切啊物件，แล้ว after that 是就講about 生日啊，แล้ว清明啊，切月啊，係咪嘅咧？哋度愛拜咯，特別愛記住呢啲嘢，嗰啲本來咯。แล้ว你頂日嚟講嘅時是頭一擺，伊嚟隨你紅是唔是？嚟看。無，因為 actually 伊影響我真係幾年啊。哦 ，OK， 是講你唔知呢？無人去發覺到。無，因為嚇到我講過啊嘛。伊先嚟較早我嘅，所以我困我紅嘅位嘅時，我直直着地。特別我紅是無事嘅啦，特別嗰日伊較早我上濟啊，就是講我去看廟。無想看命人嘅，佢直直甲我講，我有物件對了我紅，哦。特別你紅個四百淡薄，所以伊無咪go through 一些份到過到咯，伊個四百個物件了，伊爸母個無去處理啊，是講佢了我紅着真正嚴重，伊迄一年吼，伊都。特位，伊是做咩物件都無順啊！然後伊手着傷，蝦米着傷，就直做工直着傷嘅話咯。然後最嚴重是after 做了超多嘅 ，actually 我就想甲無事啊。特別啊吼，過日我紅個發生一個真正嚴重嘅 accident。特別伊甲我講嘅吼，伊 feel 到 accident 嘅時咧。伊個人是噴魚嘛，伊換摩托啊，特別伊個人是 blackout 啦，就是伊跟他換摩托，然後穿皮帽，然後吸伊來啊，伊都唔知人啊，特別伊個人摩托是衝去頭前。哦喲！然後伊個人噴魚，講噴魚就感覺唔驚閃了伊。哦，伊成。然後特別成日可以啦，然後特別伊迄個。是等嗰時掉一掉啊，真嚴重阮。有時講我就安怎去 explain 袂掉嘛。然後吼，我甲講唔知是毋是咩學了路嘅款咯。我就我袂記啊 ，sorry， 我袂記講伊妹是。免緊。伊是毋是細細都無咧？我袂記啊。出事都無咧。OK， 所以伊個基本唔知吼，伊個基本唔知。伊唔知有即個妹。OK。嚇。伊是知伊嘛有過安尼款嘅物件，特別伊無去處理，無去做物件合伊。OK。了 ，so since 你嚟講起個早都是即 update 啦，嗰隻伊成啊，你同我講嘅是 recent 嘅啦，冇你講發生嘅啦。
成講你唔知講，這是舊你笑唔年啊，對，你 recent 個，你講伊笑無對嘛？對，係你是舊年嘅事。舊年4月我未記笑嘛，然後7月發4月是清明啦，4月是清明你無笑，你今年有啊啦，今年，我是今年無笑，哦，OK，舊年，今年有笑啊，我驚到啊，哦，了特別當今你伊是無想講嚟，家早上來學你忘掉面啊，一道是，把學你紅忘掉。無了 ，after 有笑啊咪哦，因為我記伊 step 啊咪個了嘛，講弟弟講愛啥咪啊，哎呀你得有啊，個了做個了驚到嘛，唔是驚到啦，我想講影響到我誒，個會曉啊，特別嗰個你唔叫愛 sharing 嘅，個了你嗰時真係奇怪嘅，講，就是因為我 recently 把個接線處嘛。接線做咩？愛做下拖誒，對，但係我講緊驚咧，多正講嘅，如果把它多正講，會使哦，南西會使講嘅哦，我唔知看伊是敏感無敏感咯，驚伊家己sensitive嘛。你有 sensitive 啊？唔記得講話啦，個爽啦，下禮拜句子個告訴講埋咧。講阿未黃卡梅咧，嗰陣。句子個告訴講。我背困啊，唔要緊，你有冇啲啊？尋你啱做大困晒你。你當困，無伊啱肯困主人房喎，唔肯困西房。OK，來你講。OK，應該我咪是接線處愛做下拖，攏知嘛？知咪叫下拖？下拖係咩啊？我邊啊？我想講佢 Leslie 處你講嘅時候，係 Leslie 處。呀。飲咖喱B 裝嘅。有係是雞狗啊，當然狗啊，當然。我無狗，我唔係你叫我做，我哋唔驚。有我按伊大即等嘅厝嘅時啊，伊裝修厝嘅時，伊個是拄着奇奇怪怪嘅，即當時伊拄着，我是無拄着。哎呦，係啊，伊哋拄着奇奇怪怪嘅物件。然後就是伊甲我講伊拄過兩擺，頭一擺就是伊暗暝，伊家己帶。伊暗暝伊來鬥物件，鬥物件伊就開 Spotify，伊個只係聽老歌，啊種個咪咪連線嗨嗨啊種嘅歌 ，OK 咪見到伊就聽咯。然後我就是出去做 gym， 我是無理伊啊，然後伊一群人嘛，然後伊講啊嗬，佢我對來是做咩事歌無放棄，然後伊就講來行啊，人對哦，然後佢伊話車就甲我講啊，伊點解聽歌啊？伊歌愈放愈慘啊！係咪慘？意思成個在激閃咧。哦，伊是 Spotify， 伊是 random 嘅嘛，然後嚇伊放咗真係慘個名見到，你歌伊唔捌聽過嘅。我講有蝦米慘啊？你金包銀啊？伊講唔是，講我唔捌聽過嘅，聽講魔鬼唱，然後佢咁樣冚掉咯，即係頭一道咯。然後第二道就是伊唔敢一個人。去到樓頂啊嘛，伊就陪我去做 gym 咯。特別伊做 gym，伊個無陪我 gym 嘛，伊就住喺個swimming pool啊邊坐了。然後 swimming pool 嘅位真係大，有水嘅，伊就唔係，伊就去無水嘅。啊無水啊嗬，伊就住喺邊看風景咯。然後打電話，然後嗬鬼啊，伊聽到有人叫伊名，大波真係老嘅聲叫伊名。然後伊邊佢看無人，伊就請驚。然後我來找伊時講，淡仔你叫我講無啊。因為你根本後邊人都打波嘅時啊，就鬧打波嘅時候，佢唔叫淡仔你叫啊。伊成日講我是唔是有佚佗伊啊？成邊我講無啊。我講我問你個來呢。伊講你知哦，淡仔我聽到一個老阿哥叫我名。我講我邊佢看無人嘅，我講。有啊，我講安尼款啊，我無法了咯，就是愛去擺愛去做，我唔驚，啊無講真係少做，我唔驚嘛。有阿你寫到時我嘛介紹啊，也叫我去做，有阿你師傅就阿你師傅就對教講，師傅對教講你愛做即個做個咧，我有阿你師傅一直啲教我講真係一擺講啊，嗬，最重要。你寫拖你唔驚嗬，
掂好啊，你物件你袂使帶入來，你覺得愛去外口安怎咯？我都 OK 咯，因為師傅社土是伊毋知互我紅功夫還是啥物食，我問伊講社土人總是愛食紅功夫，然後你師傅就看了我，伊講咯，這個是個人嘅啦，食誒是互你食甲保佑你啊。保庇你，你甲有骨淡，你甲有骨淡薄啊？骨那個有力，那個疤嚇。哎呀，你甲，然後伊 explain 一下甲。做社土係真正可怕，可能。哎呦，真係刺激！伊甲我講，愛有鹹，有鹹。伊講我食咧糊愛有鹹，因為迄時啊，我暗時不應教我去社土嘅，跟住我教我媽呢。特別你特別去安慰佢講，我有興趣，我要社土咧，伊就教你成日去當人嘅先生教你夾腰，安怎做，教你講，叫你都要做嚇。有款咯，有啊我就做，因為 before 做社土嘅時啊，你哪講你個見哪驚啦嚇？冇啦，因為我做社土嘅時，我是困我嘅房間，我是困無順嘅。OK。困無順就是講，直直聽到半暝，直聽到真正一聲，咱個狗嘅聲，咱個樓頂啊咪咪聲聲聲，然後我哋困無順嘅，然後我就做咯 ，OK， 做啊嗰時應該咧。師傅講，你唔食啦，也出去，袂使也入來嘛。特別我媽就真正趣味，伊就伊300個咧係出去啊，然後特別伊為着一條數，你唔記，伊又食300也入來。夾到入來吧。係啊，即係我根本講我媽咪啦，因為我講，哎呦，咪想嚟借啊，就出去咯。然後我媽個因為往社土是往嘢，我厝我是無物件嘛，所以我老厝也就嚟拗啊，來燒紅功夫啊。燒啊！我媽講，即個拗啊野斷去嘅話咯，我講 OK 啦，你野斷咗無咩啊？然後根本咪數嘅，一時暗啲啊有唯一咱2禮拜一禮拜，我對我媽厝困嘅時啊，伊後我一跌我。以後我看先嘅詞語呢，就是以後我看先就是講，你放掉啦，我先厝嘅，冇一跌哇，你講你看到，對，以後我看先就是講啊，因為我厝就是茶梅、鐵梅、火藥啊，位啊，我看先就是一個查某。一日佢我做人看入來啊！伊就是甲我講我到外口了，然後我呢啲啊，林西面叫佢講 ，OK， 阿總嗰度講下，我人行業第時候，我人是隔住被開嘅，特別被招被，我唔招被開，特別我人嘅腦是面我看咩掉，但係我冇明白 ，OK。做咩？我教你講下定。你冇你教掉定啊？做咩？唔是有啲硬啊？對 ，OK。你下咧，你是講你學幾第時，你會看到，你腦會想到物件。對，以後我喺你房你講就嚟查某聽過我嘅，喺你做人，你一看入來。有你關咯。係啊，第歲啊！困車是我早起困車是我妹我嘛。我講你日對係你拗啊！我都問你啊，你日對係你拗。有下架橋。嗰時做一處。念。你啊，你只你係咩啊？你只。準啊！我真係，但係我是被看到，但係我是掉。特別你會經驗掉啦，免你問講只目睭看到伊鬼，安尼你就是經驗掉啊！你伊怪，你特別會看到啊！你較特別，你會成個。我來說，你愛來講，你會看到物件嘅。我買。等，我嚇，我俾介紹，但係你撩啊橋對哪會撩啊橋？
你話叫你聲係開啊未？我講係你話叫對。佢聽到，安公啊咧，來，安公啊，嚇，安公啊來，安公啊來，我睇下安公啊，冇裏邊，你小嘅，這好啊嗱，你是新疆啊，新疆啊，其實講係新疆，但是我聽只句哦，新疆來，教我講就你是聽別人學緊只句啦。你有知道有幾個數？你起來同我 share 幾個數啊？是唔是？我家姐是聽幾個數啦。啊，你其實你會記錄其實聽起邊度學緊？定到時 ？I think 只句以前你感覺過你聽幾多集，然後佢啊都冇聽。係就聽就，然後呢？了，我冇有聽嘛。哦。所以要聽咧，一個介紹啊，然後我個佢哋聽到都有。Okay. So from there, I run down 啦。From 頭前，你慢慢 reverse 聽啊。Okay. 下會應嘛。嗱，會記啊，聽幾個數啦，會記邊啲學緊20就年紀念嘅時啦，會記我希望攞嚟，應該攞去 website 邊啲學緊 .com/20 攞應該是會看到，或者 episode 榜時攞應該是會看到，按照未斷。OK， 隻 buffet แล้วก็個攤。的邊啲學嘅錄音擺個事 ，anyway 嚟了，你講你幾個好玩聽啫？想了解啲啊，觀下你，但是要看啲。觀下你。OK， 自己經驗，經驗啊，就是啲2000幾年啦，2000年頭啊，已經都學啊，唔是空幾年啊，嗰陣時。所以我就做一間工廠做工，OK， แล้ว做了後，我是個我做 shift 啊，做 shift supervisor，啲準時啦，so 講啊，夜宵啊，แล้ว夜班咯，做夜班嘛，夜班了就有整一禮拜咧，就有聽一個 operator， 伊就講，boss 啊，在南北。kelapa 啦，kepala， 背啦背住。哦，司老闆，伊唔是司老闆嚟，伊我唔知，我未曉，而且我冇咩相信。你講佢哋頭鋪來鋪去，伊在喺度做人啊，如果往佢哋攞個卡機，往見路嘛，見路嘛，覺得前條班你出到那邊嘛。OK， 班你出嗬，所以伊人越南人啊，點越南人？越南人啊，越南人啊，雲南人看到咯。所以我就即是到底我其實冇相信嘅，還是白喺前工廠，我咪講伊名啦。OK。所以嗰日是整一禮拜，แล้ว特登嘛驚咯，一驚動到 HR 咯。呢個就 HR แล้ว HR 就講 OK， 人講話咩？別使人講話，แล้ว然後好似係啥物？有一道是。我就去，我唔知講樣其實有叫人嚟做物件。伊叫某某，一定是某某啦，我唔曉啊。然後伊就叫伊來，叫嚟食雞嘅可能。雞，人心惶惶啊。搞人驚啊！做工12點幾，特別冇 announce 3點，冇 announce， 伊冇 announce， 我唔知，because 樣下晡做，伊人I think 4、5點做。OK。應該是我唔知啦，我特別都暗暝，OK， 我暗暝班嘛，我咪6點幾7點出來咯。兩位朋友就講：喂，做咩啊？你問佢後尾到咧就，我嚇，阿咪水，伊講你問佢用係物件，我是無關咧，我無相信嘛。所以我就達到12點幾，我就去落歌，然後 because break time 嘛，落歌咧就。Nescafe limo, I couldn't. แล้วลิมแล้วอ๋อตัวแก่ให้ตัวละที่แก่อีกบิก็อีตัวละตัวเจียที่น่ะบ่อยฮัสลู想到講你朋友叫你問佢是你未記啊？我有想到那時我冇關係啊，我唔知我冇咩想想物件，所以我就去了。呢陣時應該是12點8時啊，那 before 1點啊，แล้ว落淡薄雨。แล้ว冇幫人咯，而家會一學轉隻手，แล้ว就是打波咗咯，
了查某做咧食個妹啦，都冇去哦，咁嘛板橋，其實了板橋就，誒，安那一個手甲撥我頭殼嗰度， Oh my god！ 撥我頭，แล้ว我，誒，我係咪喺這裡啊？我看伊冇物件啊，當時特別大粒咯，大粒咯，冇大粒，伊是想十路環啊，你騎喺板橋嘛，你想十路環嗰度，我講誒，我個邊入邊去，แล้ว我就奇怪啊，所以我嘛行到啲嘢，我冇話揾人講啊，แล้ว冇講人講啦，next day，แล้วก็ทุกเดือนให้กับ朋友伊做雜飯嘛，伊做雜飯啦，你就講，喂，三咩鐘都幾多咧咯？有啊，我講唔見得10塊頭喎，你講，我話有啊，แล้ว伊就本咯，伊就 start 去本我人聽，我鬧啦，本人聽咯。แล้ว伊就講，佢抄到佢就係隨話咯。伊講話山坡有嘢。哦，講你去亂亂講話，佢只是叫亂亂講話，講你看到，講人塞你頭嘅，我冇去管嘅。我就講spread rumor 啦，講你師傅啊，你啦講嘅 Miss A 啦，誒唔是我講咩啊？你講呢個未見，我俾考慮在之前呢。就是有人看到，即有人叫人來做。你I mean，可能個 clear 嘛，你個才講樣做咪嘛。所以，伊就講佢哋幫忙係啲鐵啊，伊人即係咩鐵啊 ？I don't know，即係咩鐵啊？係多咧對面。多咧位，伊樣就是講多咧位。有 before 多咧往一個 sick room 嘅。一個 sick room 是冇事，是走佢邊貼啊？冇事，啱啱冇事。去困咧，OK，去困咧，所以特別做位吹嘅。阿咪班阿咪 BIC 啊，嗰時揸下數位數啊，啲咯。OK，所以佢小講 OK，你問講一次啊。我講 OK，我冇講，我講話，唔使我冇講。然後佢啊，伊人直直看了，看了啊，我們佢啊，佢都看見了，做一部乜佢一個看到頭啩？你。唔知有影無影啦，樣。你是真是無看過特別，你我冇看到，但是一掃一掃我就成日見到，佢啊就那些，未必頭浪頭啊，我就白去看，你鐵。哦，你看你冇乜嘢，你梗係自由，你梗係假大。鐵層啊，呢是鐵定嘅，只不過地下呢就成啲鐵，依樣係只照嘅。因為只位，所以我未曉，所以佢有，因為佢哋講，伊阿妹是特登驚嘛，冇識得嘛，等即伊千年個等那波啦，伊個 the next 伊千年那波，所以伊咧越南人啊，伊人家要再加你咖喱啊，蒜頭啊，加幾多堆蒜頭啊，係叫。先攰啊地啊嚇，地菇薄嘅啊，呢是攰粒冇病啦，冇病。誒，班尼蘇都唔使嘅，唔使清住佢啊。That's right，that's a problem。變路嘛，嚇，對，班尼蘇特別人驚啦，人驚就 protection 嘅呢。佢哋係臭味啊，佢哋見到臭味，有佢啊，佢啊，點有3-4禮拜是有人起燒，hysteria 份啊。嚇，所以就講誒。bos you malam you jangan keluar. Dia itu kepala boleh terbang pergi jauh dia. So 我們冇相信，我們冇去管你。所以啊，有人起燒，伊 start 大啦，伊 spread 呀，伊大個成一人，大個成一人。對，hysteria 一人對幾人講幾人呢？叫人是攞 on shift，攞 on duty 還是？我冇 on duty，迄陣時我冇 on duty，我係譬如 on duty 嘅時候，當我伊掉2-3刀，有一刀是我看到 ，because 我都做入來，7點幾時我都暗暝入來，就了佢啊，伊就我哋係拿Muslim 啊，I think 做 Muslim 啊，即係 hysteria 係就是。辦人冇掉，所以就真奇怪啊！了佢啊，往嘅一個
technician 可能啊，伊唔知是去伊樣有一種嘅鏡啊，伊係 A4 paper 啊，A4 paper 伊 laminate 啊，laminate，แล้ว佢嘅湯嘅水，伊咧可能冇去小往我表掠伊又掠未掉伊。即係起掉時去做，可能起掉話往拖出來 from 阿咪我表拖出來 from 見到啦，頭star嘅時啦，人講講啊，แล้ว伊等牙你抓哦。electro laminate with laminate 嗬，可能鏡啊，所以伊係去注意啊，去注意啊。哦，像 bless 做 holy water 呢，你破伊，something like holy water。OK。啊，所以 OK 喲，所以伊個 stop 伊咯，แล้ว stop 就我超嘅時就好笑就係咩啊？伊嘅迄個叫咩？伊嘅迄個釣魚人啊，แล้ว用係水。個未啊！伊叫可能個無來哦。因伊學往一條什麼保鮮壺啊，伊講 in case 阿沒有事啊，伊咧等你先要做事費。伊講阿沒有事啊，都夾起嚟嚟。แล้วแค่เบียร์ว่าเบียร์มาช้ำอ่ะใช่ไหมอ๋อเว้ย我這個人一定是canteen 還是 whatever， 阿沒往 canteen 嘛，伊這個how to say the 出去人啊。伊就講 ，OK， 伊就趕緊去校正嘅那度講，伊往嘅甲巴那度講嘛，都伊就去那度講邊，伊日曉查嘅話，哪啦就是伊唔知叫人還是話，因為伊我冇看到是叫家嚟查咯，查咗都冇，伊個 stop 伊，我伊啲貴咯，伊啲貴人咯，大獎嚟獎啊！啊，就是安怎就是這個 encounter 咯。但係我講，我講做啲工廠，伊就奇怪，伊6點開7點哦，啱未哦？แล้ว到尾我冇做shift了，我做 normal。แล้ว regular office hour 啊，regular 啦。แล้วก่อยังกันแล้ว咯，ก่อ3 night shift day shift กันแล้ว咯。แล้วนี่6點幾啊，6點幾啊，播啊，放工啊嘛，5點半放工嘛。แล้ว6點幾哦，แล้ว我面啊，我秘書啊，我人借到錢房間嘅嘛，一個 office clean room 那邊過一個 office 號，我人借嘛，我借嘛，所以伊就6、7點時候，伊有聲哦，真奇怪哦，伊隔壁呀，有聲，敲刀頂嘅聲啊，了嘢物件掂落壁啊，嗰啲物件，我冇相信，我實講我冇相信，我人就甲我講，我講應該是老狗啊，monkey啊。monkey 啊，老就所以伊了解秘書。特別你有聽過啦？我聽過，我而家聽我特登借，我做下8、9點嘅啦，就是。所以我秘書講，誒，我啥？你係說買喎，你係說kita balik喎，咁。我講啊，得。你 secretary 是還哪嚟。OK。所以講啊，咁幾嘢講誒你冇走去幾邊 check 看有人哦。迄隔壁咧是我人做嘅，但是唔捌用嘅。The whole factory only 用一半啊。所以迄隔壁嗰個吉利 ，this is 未必把刀嘅講啊。OK。隔壁吉利啊，隔壁有吉利啊，我講 ，this is my first experience 啊。頭先經驗對這個薄膜啊，對這個。你對起人做到熟你先去去啊？ Yes. Oh my god！ 佢就叫我對佢，冇人加來。你就講我其實真係，我對係咩咧？我對佢薄膜。แล้ว我對佢冇相教一本。我對佢一樣就係做健全啊 ，balance 啊，可能份下講都冇叫來啊咩啊。แล้ว佢對一個道長，反正道長嗰種，你就係講做僵屍嘅戲啊。做嘢你整嘅咧，แล้วอีกโตเหรออีกโต是用鐳迄個鐳做嘅，即係嗰個刀膠嘅迄個刀士不啦？我唔是我 just 對啊啦，我 just 牙香help 伊牙香。Oh my god！ 我講我笑下伊。你就佢就特別嚟講講，即係誒特別你當然是你安尼估，你聽安尼估啊，你是唔是要 sign up email newsletter 啊？你會收到我把你個 send 好啊啦。哦，我係接起啊，伊訂掉呀。
OK，睇你是女寶嚟，講係你講住嚟看，講你是女寶，伊就講誒，你話係講我早聽過啊，你是中毒嘅嗎？嚇，對，你中毒嘅啊，中毒嘅你淡薄，我都講四句話，OK，淡薄，嗰時90幾年啊，90幾年畢業，OK，好，你個知道點解我會聽下你嘅邊誒做法術嚟嘅，我會特別會你嗰邊係你嗰邊嘅驚人冇嘅驚，我是冇講人哋相信啦，即係咩啦 ，unless 如果佢看到，如果佢 feel 到 ，sometimes 如果有科學角度嚟看，其他其他我講，如果會食肉咩？食肉冇嘢，會是炒啊，就是這樣到那邊啦。有時我可能就食啲啊，你食肉嘛，我哋講食肉嘛。波4點幾，波4點幾有一個工人，伊唔知咩事，伊講伊破病，伊別做工，所以我講 OK，叫數我講嗱，數位數，叫數是去食肉，去啊，做咩樣哦？我就亂講哦，我就個個喺度，雜開，見啊，了亂講哦，講一直記住頂哦，你出頂有物件，我講對唔對哦？你做咩做？แล้วก็มี我叫我條痕啦，數位啫，我嚟飛啦，嚟借落嚟，啲嘢先搞以後啊，哇，假如借到這邊，我俾看做咩事？我都看唔知是咩嘅事係咩啊？就是伊買做工，伊哋幾樓頂啊？啊，得三樓，我講慢啊，我都到先啲咋啦？你講，好笑啊，我講好笑，即我其實我個機器是攏困過。如果當時我做 shift 嘅時候，我日本頭嘅，伊叫我 stay back 做 morning meeting，所以我啱啱7點到7點嘅嘛，graveyard shift 我做 graveyard shift，所以我7點我就去困，伊講你明天都去困咧，你困到9點半10點都過嚟 meeting，但我困咧，我唔捌 feel 到，老實講，我唔捌 feel 到，但是我 operator 點 feel 到，但係I don't know why 啦。我會嗰次我俾聽到講你嘅別啊，我當會頭晚半點鐘就啲 clubhouse 講，伊係紅，唔知紅係 great 嘅我 great 嚟講下，你雜名又嚟講住，炸起啊！我炸起哦，行咗，我唔係學 great 嘅，吹，我別個都炸，但係所以咧揸車啊，because 嗰點貴點啫。So what happened is 揸攞3禮拜啊，我真係這物件 happen actually。有嘅物件是真係好嘅 ，OK？真係好嘅 means 我OK，我就講我頭一擺我甲人見到我唔捌嘅人，我國口嘅。我都有一個人，有陣時我嚟伊教我做我嘅 nails 啊 ，OK？ OK。講啊。有陣時我嚟 realize 講我是，但對伊時間嚟人講是 divine appointment，divine appointment，是講有個注定啦。會學你去，成個學你去，對伊搭塊手嘅時候咪啦嚇。我見到佢。你按照紅險未啦？佢會去見到佢呢？伊是係咪 sign 對 something 嘅？佢學你再講一條會人見到佢嘛？Okay, at first okay, that day is the day 我 the next day 我就愛飛去 US 去接教員我嘅表弟嘅教員。Okay. So but last minute 拜4嘅點先時，早起嘅時候我講，哎呦，阿無我去做我嘅正格啦，噴佢就係佢是做愛出來工嘛。都嘛 last minute 10點幾早起，我講應該是無人嘛，早起了。但是我起我講點先教我做為正教。因為是伊講哎呦，別我有一個人客愛來了，然後伊講阿無來2點幾3點嘅2點幾我就別嘛，我就要去載我嘅囝。但是我講你幾點冚？伊講7、8點嘅咧咯。伊講我哋就我講6點幾會伊講6點半下會，都我咪去哦，特別。佢哋查某拄着嘅咧，面試佢哋查某我甲伊講話早起嘅事，伊是嗰一個查某嘅。但是我無講係咩，我講都伊有甲你講我做咩哦，但是
actually 啊，做正假是真正久嘅點寫，我唔知就我只久冇做了，做正假啦，伊只個做類 cuticle 水水啦，咪個了啊，只長嘅點寫就我唔知就。So at first 時我冇解講話一點正貴啦，我冇咪解講話每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re，我會再講是伊教我講要低調啦，係咪啊？伊所講只 stress 啊，因為伊坐成個坐火車1點鐘半，尤其做工啊對咪是1點鐘半，本3點鐘啦，做坐八點鐘。然後我看伊成個真人正，大一咧我冇咧解講話嘅，我淡薄講淡薄安尼啊。然後at some point 啊 ，I think last maybe 20 minutes of my appointment 時啊，我 like realize 咗講，誒，這裡是 divine appointment 之類。所以我解講。冇我見到學路，你睇咪嗰時啊咁成咯，例如咯咁成啦，會人講我見到學路，是伊人對厝啊，隔離見到，還是對厝啊邊見？你就大邊嘅嚇，你我直頭大邊會講出嚟就嚟見到佢嚇出聲啦，out loud 啊，出聲 out loud，因為講冇幾長，後尾伊做一半係個行起來個考嘅時候，伊 that time after that 啊。伊諗話，伊嚟諗話 ，after 我見到咧，伊嚟諗話，一個 continue 做啊先㗎。伊唔知諗我攞啥擺，伊個行嚟教我白白行去位車咧，我個諗話，伊個咁時路，而且伊真正，我就講啊，得啫。感動。安尼咯，感動，伊真感動。So like 安尼啦，有隻物件咧是我們有去 women's retreat，OK， 我去為。表弟嘅教員，然後 the weekend after 是我去我嘅高等嘅查某嘅 camp 啊 ，women's retreats，OK， 然後是that time 是有只人 experience 到 God 嘅 presence and then you know prayer all that thing 啊，然後所以我見這時我喺度講見這事啊，我只係事個，特別我喺度講這事，好嘅事只係，冇好嘅事歸哪裡？But見這咧，早起嘅時後面，我後面我係見到我後面點聲是暗暗嘅，所以我跌倒了。特別我聽到鳥嘅聲啦後面，然後是唔知有一個人，一個人，at first 都冇講，哦，是冇好或者未看到即係暗蒙蒙嘅 ，OK。然後後尾時伊見到我手就，攞起手我手成個 crisscross 咧，我就講拍緊。拍安尼啦，你擦咗嚇。伊見到我手咗，唔係綁我咗。有陣時我係見到綁嘅，我講，有陣時我係人講 inside man 啊，man 啊。inside man 係咩？成個青嘅，成個 Louis spirit。because Christianity 是講 Louis 成骨，有 Louis soul Louis spirit 是 the one that connects with God。Okay。So okay Louis 我係 spirit 係扯起嚟咗。有時我 suddenly realize 到，我係 suddenly 我係 spirit 起來啊，用耶穌嘅名嚟講走。OK。特別你再講，還是你成 aware 講你成幾大啦是？我是再講嚟臨見有嘅超。因為 physically 冇嘢咁薄拉沙掉，因為我還是你按到邊啊？喂，按唔到邊啊？特別伊冇。你冇血啲嘢咧？冇。你就係我乘車嘅時啊，我係拉沙掉，我係變啊，嗰時係講係變咧。特別冇聲，OK，吹聲開了呢，然後你成個嚟看白酒漿嘅呢，是啊，特別冇聲，然後是啊，然後你唔是講學開的啊，特別我感覺嗰陣你是 spiritual warfare，because 上回也是啊，我開車奇怪事，我開車 after 你解念經，解幾多？念經嘅是2禮拜、3禮拜整啊。OK，有陣時站開嘅時候，我開車嘅時候，你知講有嘅 supermarket 有時 pedestrian 嘅 walkway 嘛對。我行就我開車我冇過啊咧 walkway，我冇看到人嘛，but 我 the other direction 是有車咪啊。都即叫人應該是行 in between 的車，所以我冇看到伊咋。我過啊咧 walkway 嘅時候，我聽到嘣一聲到我車位咋。
伊拍我車就，我是看到一個影呢，就到阿妹我 behind the mirror，然後都感覺講，平常嘅人先呢，嚟做咩事人車過啊，都掉啲拍來車。伊是牙手呢活類車。活我係車面底嘅。我特別我成個 mirror 是看到成是 shadow 呢，我咪成日聽住我看，啲人冇嘢，人過嘢。即係奇怪嘅事。有陣時not okay。So我同你講下你，我見到下你查某呀。有陣時 the week after 我愛去我係 church 嘅 women's camp 嘅時啊，我啲扣衫成個洗衫咧，話扣衫啦、織衫啦、吊衫咧嚟嘅。我嗰陣時我啲聽了講下你 podcast 啊，我叫查某學伊嘅 boyfriend 睇到美國嘅位，你知啊 ？Gabby Petito 啊。我聽你講你 podcast 啊，特別你 true crime 呢告訴我。所以我啲聽了嘅時，我啲吊衫到我驚係roommate，三年我實在有人驚到我阿妹就 ，because 伊頭殼成 vibration 咧，然後有時啊，安尼聲 podcast 都係嗱 recording 就，因為 vibration 會 pick up 嘛，所以我咪去 rewind，我成嗰時 from the podcast OK， 所以我去 rewind 聽冇喺你卡住嘅聲就，即係個人驚到你阿妹嘅呢，依 vibration。有陣時我奇怪，冇啊，有陣時冇管啊。Maybe 我是 maybe mistake 啦 ，maybe 我係腦袋 somewhere 會 ，you know。After that 我去我嘅房間嘅時候，我啲自殺嘅時啊，我徛到我係有一個像教醫呢，了我係面前啊，W4 嘅紅嘅餅啊，所以佢哋 area 啊是只 A 呢，就是啊攞橋嘅呢就，伊是去我係紅嘅位嘅勢啊，我啲徛到邊自殺 ，again 自殺。suddenly 有個 feel 到 that， 有人卡住有人卡住啲行路咯。後背啊 ，feel 就後背嚇 ，OK。feel 到是後背 actually，特別冇理由啊嘛，後背吞嚟背寸啊，冇嘢嚇，長啊呢，冇會行咧，特別你 feel 到係人行路到你後背咧。所以你講我知啊，真係未行，所以嘛佢多出來叫乖咯，用嘢所謂咩叫？講嘅，because 即係物件，伊人到 camp 嘅位人冇講 ，the week after，都得掉 spiritual 大隻啫。because 我是 the type of person who that 冇講，但women 是 spiritual，你就變嚟變去冇 spiritual，但我冇相信呢。特別我感覺到 last week 我冇下面 ，this week 我掉隻隻。我拄就是人隻係你成小嘅人啦，嚟，真正隻 on the road 啊，滑車啊，成個隻。啲人滑車成小小嘅呢，然後就去拍我 shooting for no reason，like if 我過以後，你是講我冇浪到伊嘛？對，代表我冇看到人 ，that's the funny part， 我冇看到人。代表我看到隻人就 boom， 我shooting means either somebody 拍我，是當住我笑啊 ，maybe 唔是人嚟喎，跟住咯，嚟得。乜？咁細。昨我有甲你講過，我早幾。頂年時我看到一間學堂嘅，啲學堂外口我看到咁嘅。我有講過無啊？我未記啊，即係。就係你講下，我哋都會就係你講過無嘅。冇講冇。冇講過。我啲 OK， 我啲我人哋家己 clubhouse 有講過。你是為我 show 你面鏡你叫啊，冇幾長啫。掉都 show。我問嗰時候去，因為我是啲揾啲家己。等陣你問叫我開面鏡，我看到家己驚啊，笑驚啊又啫。冇驚啦，即係可能看講即係事，我勁。係你會呢啦，你看呢啦 ，OK。係你會有勁所在，特別我是會啊，是喺你時間我翕嘅。OK，你就係感覺到你都翕啊？唔是，我是滑車經過這所在。OK，嚟我 show 人，我再 show 人喂。誒，即係咧是，actually 我是 crop 嗰隻件啊，我咪想去因為揸字，可能你揸得到咯。即係所在啦，所以即係是嚟。呢時我等你，但冇驚喎，我看啊，驚不孬。然後我是啲伊是啲我即個學堂哦，伊是我迄個，伊是啲山係 stroke 安尼款啊，安尼款嘅。樣腦筋，你咩卡嘅你微博嘅轉頭冚掉一邊，轉頭冚掉個。
然後伊即個學堂嘅邊啊咧，一時斜落嚟咯。然後達到我人是經過即個學堂，然後我冇去注意，然後迄只是阿妹，安尼講啊，冇講啲阿妹嚇，阿妹是 in honor of毛毛菇毛毛菇，去哪家咯？阿妹啊，佢哋咩？所以我啲頂面關落嚟是一時熟嘛，一時啲啲熟嘅。你啲滑車嘅咯？我啲滑條車。OK。阿妹阿個9點幾啊，你看你是。所以我啲熟落嚟時候，我就看過去喺度學堂。因為阿妹媽就學堂無人啊嘛。แล้ว即邊搞我看起來這個位嗬。我啲落掉嚟時，我看到即個棚景咧是有灰嘅。即間是有灰嘅度。แล้ว我看入去時，แล้ว小妹看入去時咧，我就停，因為紅青灰。紅青灰哦，แล้ว我停啊，แล้ว個看嘅時候嘅時候，冇灰嘅度。衰啦！冇開期嗰度，你我冇開期，我教我驚，我就係我驚嘛。我教誒，頭先都看到，即係班，即係 classroom 喎，有開嗰度，特別係開，我慢慢 recall 咯，我慢慢 recall 啦。我慢慢 recall 上 ，OK， 頭先我落嚟時，我看到係開，伊開嗬成一啲喺你壁喺邊教，有一個圖你看，伊開應該是啲圖喺邊教出來咯，伊唔是啲頂面。唔是到啲司令嘅會，唔係司令嘅會嚟，因為佢淡薄會暗暗你看呢。你話個小姐嗬，你話個小姐，而且你我看到一個人啲裏邊嘅，喺人企掉咧，你個這個 record 啫，我看到我唔知是去，因為我看到是因為紅青灰嘛停一個看到對 style 啦。style 咧就無灰嘛，所以個上到啲頭先看，我看到一個嗬，即係成間撚你看呢，冷嗰陣，要清一頭成間撚，我食是白色，我上到咧是一個環立布，程度東，呢啦嚇，因為我是很貴嘅時，我看入一個，你看，我個時候9點幾喎，我可能學到有人嘅嘛，是唔是？第所以注意，我停啊！我車甲看嘅 style， 硬車看嘅 style， 紅灰嘛，停啊看無啦，我較緊小應哦。你喂，有一人 respond， 你話叫嗬，你話叫妹，伊講，伊人是唔是啲 painting in the classroom？OK， 入緊，因為我平嗰時讀書我等你，一定我就讀書勁嘅，然後我就較緊 send 隻小應去，我講這邊較好。上面班嚟，你講這裡啊，這裡規個 block 是坑啊，冇人讀咧，幾10年啊已經。已經差唔多正。伊講伊讀掉是140幾歲啦。伊講伊讀掉時，本已經無用咧。伊是 spare 班啊，伊講是 in case 啊，有陣時考冊唔夠辦好，人家用呢邊㗎。然後伊講這是幫坑 abandon 一隻股嘅，即規個 block。你話冇幾間咯。你有一殺出來，你冇 transition， 你慢慢就來，然後就來。我嗱晒即係我等到得咯誒，你咪搞講唔嘢得咯誒。覺得得嘛？我類位啦，我類已經多。我係位。我類位啦。奶，GPS 嚟這個。我冇我平時我冇。我冇俾我講，你講冇用咧，即班就坑嘅，即班嘅咧，你講坑掉嘅，冇用嘅啦，就古啊，意思講伊是40歲，伊20幾年已經冇用咗就，特別我看到講明明看到有灰嘅，你灰個唔是司令哦，是壁喺邊個塗，看睇啲壁，一個圖，喺邊個塗，喺邊個出來，喺你灰暗暗嘅你看呢，你我一看嗰時候就頭先開始看到一個撚咯，一個撚啊，可能無見位啦，可能嗬 ，because it's abandoned 啊嘛，homeless 人去大，
迄个无去名啊，你在用无厝大。哦，你實無走去安尼偷電啊，呀，迄個是學堂來，學堂來，學堂來，無可能有人住喺學堂來嘅，佫用掉嘅學堂來。阿媽普幾好？伊敢若即個 block abandon 嘅，啊邊個 block 咧佫用掉，所以收起來啦，伊個嗱，你看到伊倒手，迄邊架是有。被人 break in 嘅啦，basically 講啦，講。啊。但嘛，其實人講無咯，我唔知啦。我是看到我有告訴我一個告訴，幫我嘅朋友嘅，有一個，我早頂個月咧，我嘅朋友甲我講，伊是做 HR，就是human resource 頭先人講嘅 HR 啦嚇。然後伊一禮拜咧對公司到，因為伊是做 contract 啦，伊是退休嘅，然後伊管做 contract。頂禮拜頂個月。伊講有一個同事死去，就是 heart attack， 花車 heart attack 死去了，然後愛退休不了呀。等下 boss 啊，等下 boss， 迄個白卡加微博嘅位吼，安怎你會無年啊？但嘛你會年我計驚人叫seizure呢，但係會無啊，你換會嚇換房間。哦 ，OK， 嚟講到對嚇，嚟你講到對，南西。แล้วอีก็ก้องเขาเนาะฮะแท็กซี่อ่ะเนาะอ๋ออีก็ให้เที่ยวแล้วอ่ะ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สวะแล้วติ้งเลยไปหรออีก็จะ嚟講จ้ะอีกะ講อี唔是條啲周圍講อี是教阮 group 香港啦隻條背嘅อี講之前我唔是講係朋友我係嗰啲80位啊入面一堆嚟做工喎香港嚇解決啦อี講有堆嚟咧อี講因為樣是工廠嘛樣是 warehouse 嘛你講一堆嚟嗬砍梅啦、石多丁啦、石梅啊，你看真正大聲咯。哈！伊講上個樣會知講，真濟人是有聽到這個聲了啊。然後我講伊做我講即個無奇怪啦，因為伊關係啊，大做講，伊講有可能一個事本準備伊拍多丁嘅物件了咗，因為本地咧講是愛差伊嘅。伊激心。因為因為嫌伊老了嘛，嫌伊講retire唔買好伊pension類個啥物，你愛辭掉伊，所以想嚟幫佢辭掉了，伊收到風聲，伊知到咯就，伊知到伊激心，可能安尼款伊心臟病，可能啦，講話轉心臟病，我原來伊安尼款伊心臟病可能是即個啦，伊講應該，因為伊做 HR 嘛，所以特別伊無甲伊講啦，我講啥，了。了不要緊咯，伊講有一個吼是伊個 shutter 迄個樣嘅工廠無 shutter 嘅，伊 shutter 是鎖阿妹嘅咯。shutter 是糖啊邊嘅，是無 shutter 是開櫃嚟起來野會嘅，放落一根shutter 梅啦，有梅嘅，梅嘅 shutter 噠頭，拖落來，拖天面落來啊嘛。actually 是鎖啲內邊嘅咯。唔是啲外口嘅，所以鎖裏邊啦，可能另外四枚出來啊，是咪？是咩嗬？家己開嘅哦。一個你殺得家己開嘅咯。一鎖頭佢開嘅。鎖頭嚇。鎖頭揾佢，因為鎖頭嘅，啊唔會讓殺得鎖埋鎖頭開嘅。แล้วยังก็เลยบุ奇怪แล้ว因為較只韓娜啦，喺個工廠嘅แล้ว哦，韓娜感到驚咗就唔敢做工啊，嚇。其實我頭先問，特別我伊講以前已經有看到烏影嘅 ，before 之間人過身咧，本已經看到烏影了誒，樣本有找人去趕，找迄個成日講我頭先講迄個師傅去趕咧嗬，你趕一陣無事啊都就，你把你個對來樣講是可能是伊啦，唔是以前嘅看，特別我講 try 到看，我講，有可能拿到講來咗就，我講烏影有可能拿到講來。我講人有拜樣嘅哦，拜伊喎，伊講雲哪了，伊講無拜，我講嚇，我乜哪會使無拜嘅？你人放了迄邊甲人無可能無拜嘛，咁無啊？你我講人 try 拜者，我看伊 update 我者咯，我講你 try 去拜者，只叫講因為兩個 case 啦，一個烏影，一個是拍到頂迄個我看咧是。100字過後應該是無啦。就是講一個月100字特別，過100字可能無啦。但係你一是起航，咱
我但係老實講啦，before 咱 start 時，但係講佢告訴德國嘅人講時候，我是想講啊，咱而家一刀是20分鐘嘅，咪咧就係1點鐘18分，最18分咧。我個未講過。嚇，毛毛菇講咪過嚟，嚟，我一嚟學毛毛菇講嚟。唔係啦 ，OK， 呢個成講成啊，咪潮，MS 嘅啊，唔係啦，成講病成嘅，要咪講 MS，OK 嚇 ，OK。冇甲白下講啊，講嘅，伊迄個是結界嚟，伊是上拖，是做一個結界，有影是物件袂使也接觸。係使入出去，唔使入到入嚟。所以 whatever 伊做嘅結界㗎了嗬，然後是入物件入去到底是 reset 㗎了。所以即是講伊請到底入去。你咪照大女去。所以你是講解去㗎了嗬？伊白做㗎了，白做㗎了。嚇，原來是物件使三把㗎啦，都掂出去，唔使入出嚟，唔使入到底入嚟㗎了。你咪叫咩妹哦？即係即係卡。你俾佢繼續做。唔係你講。唔係你講。特別。有影嘛？特別。特別因為我條店嘛，係啊，我嘅 husband 伊嘅小弟嘅查某朋友啊，伊是陰陽眼看有物件，然後我就驚，我咪。甲伊講過來我去厝看咯，然後過來一看我講，你厝是無，特別你做人真濟，然後你甲北棍真濟，然後甲講你倒對甲北有嘅款咯，所以伊有看好我啦。你買厝嘅時，即個厝甲北本是你嘅 territory 嚟嘛，本是你地嚟嘛，所以伊徛啲甲北，你是嚟啲 property right？托家厝哦，托家厝啊，唔是托家厝，condo 嚟。哦，condo 咪插伊啊，別見啦。哦，我未做咩講嘅會，我個未諗住，係你俾我。等，你毛毛菇，我都是咪講真嘅，是阿啲女就老掉，M， OK， 咪講啦，但係小聲，因為我背伊即住講白卡個唔記得講喎，講，唔是別報，別報 ，OK，อันนี้你咪個未笑掉，我戲啊，哦。你冰嘅嚟講，嚇，對嚇。我有啥咧？你辦我食水當個緊嚇，後一個咧就是我選咧，就是講我拄到嘅，你唔記我冇做啦，伊係做咧，伊佢直接 update 咧，我冇我就是這幾年呢，一個 first 丟掉嘅就是first 頭一個丟咧就是我見到冇上線啦。老掉咯，老掉你個客機嘅個上線咯，OK，就是我坐了交易位，其實唔係啦，差唔多咁，因為我後來嘛得阿未困，我就驚位，然後我係乜事，阿媽走去阿位拍沙，試沙拍沙得啲冇影嘅啫，然後我就坐那邊發大，我看了頭先咯，然後你吹開曉啫，白開曉了冇？咁你知面咧嚇，對。阿邊嚇，然後你做人嘅嚇，我看到我 sister，一開門，你一行過，一行就對啦。我厝講到對啦是用了房間門嘅，然後我看到我 sister 開門，一行就你成往大刀多厝啊，往對啦，有時無講開門個了啦，鎖門嘅咪無嘅，半暝擺起來啊，就對啦，有可能影門，你本無開開啊，咱影爾，你有可能點啊，佢再出來安怎嘛，我有安怎嘅事，有時安怎習慣啊，我就看我姐行入去，我就講，哎呀，我本來去到，我到邊坐後等伊，我突然等，我坐了向了邊，我你估你知無？我嘛叫啊！一聲，我講嚇，係咪事？你講你喺度做咩？我講我哋等待率。你講嚇，待率都冇人。我講有啦，伊淡仔一斜住皮裏邊啦。你講待率冇人，因為到底後尾拍生，伊是聽到待率嘅聲嘛，是待率
拎個伊窗仔就是伊個toilet嘅窗仔就是拎個balcony嘛，白衫嘛。你講toilet無人，伊有多是咩？我都喺邊邊入邊嚟邊啦，咪行去toilet裏咪開啊！有影是無人嘅。因為我目睭無，我視線是無走了嘅，我就是坐了，喺你搞以為了。對看了。看了，對了嚇，然後我無做半，我無定，我到啲坐了發呆。我看你行入toilet，我就講哦，我等你出來，入toilet咯。我就等，都無toilet，都無出來了，安尼咯。這是我。特別你在時你看到是你知係時你就看到，而家你都無看到。冇，你我就是看到，冇看我 sister 嚇，對，我看到我大姐，佢妹啦，行入去真自然嘅，真自然而然嘅，我冇講看架真直啲啦，你都看到，伊穿了裙衫，你行入去咯，你然後都冇去介紹，再講是你知嚟嘅，對，佢真整件事情真自然，都未去懷疑咯，安尼看咯，這是頭一個咯，然後第二個故事咧，不是到底外厝，我不是想即被阿媽去困啊，安尼款啊，就是甲我媽我看到阿媽到底聽有影響，然後伊個阿媽就是個做食物呀，啥物？我叫厝啊物件啦，叫厝物件，然後伊就真是個叫我掃塗骹，我都真正無說掃塗骹，因為掃塗骹真亂。安尼款誒，咧我都真無暑假，咧我就是個油塗骹，因為油塗骹有通佚佗水，頂到啦細漢就是啦，咧伊就叫我掃塗骹，我講嚇，為什麼掃塗骹？咧就講，安尼都油，咧我就真正歡喜啦，因為一路來嘛好啊，因為佚佗水嘛，咧紅葉互我去佚佗水啊，我就真歡喜啊，我就一邊行去balcony，因為一邊唱歌咯，咧我是唱了我誒媽的。聽啲流直嘅歌，流伊嘅歌啥彈類嘅，啲有 N 無 N 啊咪，啲心思啊咪啊，好勁歌，好細啲啊，下就是安尼款嘅歌咧，我就到邊唱咯，我一邊唱，我一邊跳，跳到無跟你位啊嘛，我嘛別落倒步咯，แล้ว我唱咧我我本無開火啊物件，我因為人厝嘛無驚本，咁嘛行入去裏邊咧落你咩啊？你抹地布頭殼包，不是頭殼包，你叫咩？抹地布。然後我嘛轉咯，然後我轉嘅時候我嘛無唱歌啊嘛，我無唱歌，我 stop 啊嘛。你歌 continue 唱。哦，個人都聽到人唱聲啊！我聽到人唱聲。把人接落去唱呢？對，把人接落去唱啊！唔是你嘛？然後唔是，然後因為唔是我媽的聲，然後伊是爸爸誒，你看，我哋你。遠不遠，近不近？我冇聽到你唱聲成咗啊！冇意思，家查某下，對，一聲啊，一聲哼哼咧嚇，較輕輕咧嚇，輕輕咧，真遙遠嘅聲。我冇上高大，你我嗰時講唔是高大，講唔是啊，哈，實深啲嘅睇你，你一過個，我阿你一波呢，你一個啊，這裡真貴，冇一個人聲，伊互我懷疑是唔是高大，因為有 echo 嘅數，哦，成個灰傳來嘅聲啦，對，咧過後咧，我就答無來啊，我就認真聽，แล้ว我講我唔是高大嘅聲，因為都冇人做高大嘛，แล้ว我可能是某個。幾樓嘅人聲，冇可能嘛？我講啲我係歌唱嘢喎，未必你唱到大聲，聽到嘅咧幾棟人。你入到去唱，然後我邊我聽佢鼓，我就企喺邊聽，我講伊是唔是我幻聽，然後企喺唔是啊，我直直有接了唱的，然後我就冇幾場了，因為佢哋聲嚇。越來越靠近，他的聲本來灰灰嘅，就對，就嚟歪哈，灰灰嘅。然後我企喺邊，我講起，我就到邊企嚟，我就到邊思考講，高大唔是，樓頂冇可能啊。我就到邊啊，對，我隔壁冇人大，我不跟你對面是冇啊，暫時冇人大。然後過後嗬，我隔壁出邊，那個冇開會冇人啊，就是係你 music， 慢來。你說你是聽到是 music， 個 music 唔是人聲嚟啊？冇，我意思是講，你人聲啦，意思係唱歌係，一唱都唱到啊！我都有一時，哇，冇幾長噶，唔好講驚咧，冇幾長咯。那個後人講啊嚇，你當你發現
这个物件是你买去冰头去看吧，未打鼾咧嗬。我真自然，我不未哈，你 reflex 啦，哈，我真自然，我冰佢是到底一冰嘛，我都冰咗，冇可能幫人啦，好嘅就係，冇解，冰佢去就冰佢去，我冰佢去啦，因為我暗啦，冇人陪陪人啦，咧我就點係你摸本電腦頭卡時候冷走出去啊！因為問我講聽到人對我唱歌，然後佢又叫我去，我講我唔敢入杯啊！然後那一段時間我真係等時唔敢去冇跟你。你看到這是第二個故事咯，第三個是我第三個。等下，會不咁啲。伊唱歌你聽到是明嘅啦，你是聽到是一跳掉嘅。我懷舊頭嗰時聽到咧，一時加遠嘅時候，我就不是高大唱歌，但如果聽到一唱係咪歌呢？我都頭頭懷疑是高大。是講我聽清楚，高大有 music 炸嘛，一播一個聲炸，高大是有 music 嘛，一個人嘅聲都冇可能高大，個人聲冇 music 嘛，我都一啲一個後度唱到我係是哇那個冇那個多大聲，然後我發現了啥有個人拄着那個物件是有伴的，我較濟是拄着聽了嘅。哦，你是聽到聲子啦，有個人是看。第三咧，我盡量簡短哈。第三咧，你係佢自己實對嚟，咪當上第四個第個你是禮拜，啊咩係佢自己實對嚟。我剛剛我目前的故事是，認識本我那個第四類啊，我聽人分享一個 story 真正正。你看係佢自己對嚟 update 浪仔佢哋。แล้ว佢就貴做貴，係咪？但係你講咩？係咪多小頭嚇，小頭。然後這是第二了，那第三咧是有一日咧，就是我媽的破病，伊破病是多滾出哦，那就講咪嘟了。嚇嘟嚇，咪講到一勁啦。男嘟。哦，男嘟 ，OK。伊就伊是兩個人一間房嘅，男嘟嘟往男嘟嘟，啥你名嘛？男嘟嘟，伊小微機咩？看小微機啊？我不小微機。哎呀，邊人家出名等人嘅男嘟嘟。阿 John，男嘟嘟兩個禮拜啊。嚟講，嗱，見啦，冇講就係咩未輸啦嘛？OK 嚟。誒，我代俾做架嘅。你哪位做㗎？冇啦，冇啦，這裡。伊是男嘟嘟，是男嘟嘟。OK，來，講，冇看到我的 edit 我爸啦嘛。OK，我媽得大樓咯。男嘟嘟大。落人啦，係落人一件白。然後我拜六時冇做工，我就是陪伴一咩過夜咯。伊幾百有人哦，幾百名稱有人。有啊，隔壁唔曾有人還，然後過後我看你紅來陪伊咩物件，然後過後咩？咩時我就多邊過咩，就多邊困咯，伊個有一個教伊就下去，我抱伊下，伊就下去，然後我困咯，我就倒落來哦，然後過後我嘛。佢當冇假嘅，你阿媽問我講嘛，了你嘛，我都喺困了。你等陣，我冇聽到，佢講對，你講，我到底安尼困時候，都有一個風吹來這邊，我係而家嘅我阿毛管，我都毛鬼長者，然後先想講，一講都冇可能到邊吹來嘅，因為你就係講一講風架係你，我攞毛鬼長風是唔係？你好講就是一講風，我冇達到誒毛鬼長嘅時候，你直吹來我就毛鬼長，然後我就想講，我一定是到底每一邊會吹來嘛？對對是吹過來，一般未吹到我係位，吹到一個
病人床，第二你甲我甲我 mother 位嘛。推就透一個病人性啦，名稱性啦。對，因為講嗰時到啲係你人袋咧行出來，對，推來對，嘛。那是透一個名稱，那個第二名稱嗰時你買名稱。對，แล้ว我是報第二個名稱，我頭下個冇，如果出頭下是冇背嘛，冚咗了嘛。แล้วก็說你紅安怎來？來嘛。因個碉堡都炸了，講咗咧係講安怎比安來這邊用我這邊嘅人吹來，先想講。個冇啊，個對啊，你心想講咩？呢啲對喎，我心想，唔係係講啊，唔是啦，依 AirPod 因講事啫 ，AirPod 是誰 ？AirPod 是麥是到啲阿伯卡位。我跟你講，係計話嚇，then 我先，then 唔掉俾啊掉，OK，唔係係，你講下 ，OK 講。那個吹的。本姐，即係個無線嘢，有乜人都講喎。你看伊話咧是咁背喎，啊啲你請唔掉餅，你請唔掉餅，你就請對嚇。要背喎，都可以無線其實。有關係。我有聽到聲音啊，我有。特別你冇一麥 ，because 係你叫咩啊？叫我用這裡啊。安那是我安那講。OK。安那個嘢。意思講用為白講。OK，但我攏聽下個這邊啊。但我你行本出嚟嘢啊，冇幾長。間看呢，你講。隔咧佢我度想講啊，下邊個釣梅蓮啊，咧下邊講冇可能吹到我位啊，我度想，咧就講 OK，咪想你這樣 continue 困，咧依度佢就，安尼講，你 feel 到嗬，依行唔是，依是，哦，係爹爹呢，依時人，你就對你而家吹啊喏，我安尼講感覺，咧我度甲佢講，你要裝作。唔知這是一件事，比賽表現出來，你知嚇單講對，然後就慢慢可以有誒，喺你陪單，就慢慢加冚佢啲頭，加冚佢啲係啊，都係可能就吹啊，嗱，แล้วก็เอา我嘛加啦嘛 ，OK，แล้วก็เอาตัวBC 嚟啊，因為ยัง9點先俾嚟 check 啊，唔知係死唔知幾點呢，咩3點還是4點，ยัง總之咱人。困個差唔多喺路邊，個唔路邊啦，你係 BC 嚟 check 咯，你嚟 check 位嘛咯，你我本條白起嚟 check 咯，你一個後 check 一個後下，到了嘛告訴你啊，你位嘛到哦，也去 toilet 又冇行去 toilet 位哦，你行去 toilet 我冇關了嘛，佢 continue， 冚來困咯，你我都聽到呼吸聲，有人唱開聲，嚇，你頭我聽到我都聽到講，即係 Darth Vader。對，แล้ว佢後這個聲嗬，這個聲嗬是有幾呐，有幾類聲，有冇聲人，冇聲人嘅唱開聲。對，แล้ว我就想講啊，隔壁經嘅名稱啦，係頭一個床位頭茶，伊一個聲咯，แล้ว個一個聲，我嘛去到咧嘛，個一個聲咩？我個聲是我個 B， 我個 stop。咪唱佢嗰個，你冇人嚟過你頭前名稱嘅人。我有想點，想但係阿妹告訴啊，就是頭時我聽到鬧你，那呼吸聲無聲嘅，然後我就想是唔是我咧？我就 stop， 我記唱佢聲，然後睇有影是鬧你聲，所以這鬧你聲唔是我不在其裡面，然後我媽都去到那啲，唔是我買，所以應該是係你頭一個病人，一個嘢。硬啊，成日係講嘢啦嚇，對，我就想，因為伊有扎波一波，要拖伊要拖了，伊種要拖咱，伊無拖個了，伊拖咱呢，然後過後我就講應該是咱啦，然後我就困咯，愛困咯，我講係暫時我哋自己緊張咧，然後過後嗬，即係內聲有啲，然後我咪關我啲硬講亂想，然後過後嗬。伊話我，喂，大波誒，伊 stop 我是個人跳起來，伊話我，成日講，喂，我已經做呢隻物件，你咁買。哦，買你咯，講叫你喂，叫你啫。唔知啦，你講一聲，你是聽到大波聲叫你喂，這聲嚟。對，喂，然後我是個人到啲名稱，個人跳起來，我跳起來，
了我講唔敢落來，我唔敢，佢攞一啲避了下嚟，把你你名稱都是我避了我嘅胃呢。然後我就嗰邊未困咯，我嗰邊我聽到是大波嘅胃嘛，那個我就未困咧，直到我嘅媽到底度行出來時，我就問阿媽講媽，我講隔壁是唔是有人陪伊？我媽講哈，哦隔壁有人陪伊哦，隔壁有人陪伊哦，伊翁陪伊，喲。無啊，一個人爾。喲！你我實想問到，我那大波啥是袂使多查某誒？哦，我龜妹嚇，แล้ว你大波胃是含樣咧啊！แล้ว佢又講死啊，夠緊張啊，未困咧。แล้ว我媽困落去，我媽就我側邊冇聽到任何聲音啊，我就只安心困去咯。我真正神啊！我個未困啊，你聲佢直直好聽到，你知道我媽哇，伊聲冚咪個了，我開安心呀。我個唔敢講，我個唔敢講，我媽講伊個多幾那日嘛，แล้วไปละก็我個禮拜直接講，我個想到我個禮拜被隔離2禮拜無啊，對，禮拜都無數，無事啊，無聽到聲啊，都無數啊，對，這是只。煎熬嘅只等嘅時間咯，你是聽到啦，等嘅，你是聽到嘅，你咁毛毛鼓聲，毛毛鼓是聽到。我唔驚，未驚，我未驚。嚇，諗嘟。我聽幾個故事嘅故我是講，我聽幾個故事嘅故我未記咩，jangan berpura-pura。Jangan berpura-pura si lu ang si 看到鬼你聽講啦。都未看到啊，未使聽講嘅咯。哦，是咩？未使聽講嘅，啊是有。但所以會lu啦。好啦。特別表現㗎，成個我知。你 acknowledge 講 OK， 我知你 please 買茶來嘛，你看下。instead of like 冇啦，我結結冇聽到冇看到，一直就。Jangan berpura-pura。做緊可能jangan berpura-pura 是唔是阿龍嘅？我係告訴你。阿龍快啲呢請啦喎！我冇困，我就哎呀 ，anyway， 我係告訴你條。啊，是因為其實阿龍 USM。啊 USM 係告訴你，你 junior 係告訴你。OK， 咱攞點正個集盤正啊 ，OK， 講個正性啊。落埋阿毛毛菇嘅期咯。唔係，未使毛毛菇就留掉 ，OK， 留掉。毛毛菇就留掉。我就 suggest 講做八度俾我當個 roll in 去第二出啊喎，第二出 time 過啊，12點19分嘅 time 過啊 ，OK， 唔緊，咱下禮拜嘅到底嚟講，禮拜即係上面買波對，買一波，禮拜話第是買一波，所以當個到底嚟聽，感謝大家教我講幾個數，希望你這個節你試過拄到較濟物件。如果係對嚟特別咧，我見講過你發個節，試過係對嚟錄音，試過嚟教我講過，感謝大家，希望讓平安，特別看到物件特別個平安啦，都係教我講 ，OK， 生活依然很精彩啊！拜，大家拜。另一禮拜冇看 episode 到這邊訂正依個訂就你 subscribe 啊，訂看訂聽個訂就正一現條落，唔是對個你同啲啊，你個別 miss 掉我落去，拜。